这蔬菜了一般了，和他一那都我，这里了，年老了没，主要咱我学不进来工作，当然了，期间了你比较人没 ，Hello， you friends you on the left， no as Tilipi， 超过呀，阿妈喂，东西解决。这年超过，我这超过外面呢？咱拿小干的啥事操着？他一呢，热中包子人是咋种啊？超过，他一那个人你没懂吧？你都是这样的，老孙子就白的活儿其他的啊！大，老孙大出去。切！大的，弟妹叫听住了嘛呗？这上不了，公干啥？叫听住了，他这呢，他家这边中啊。现在去，后头了，阿家那师傅对不起他民族事情，这三个到几个要命的。超过，等下的，俺来等下的，他要么了就因为跟着你。这上不了，是的，我的呀，下大马的，你这超过，你俺的身边超过，他有小伙吧，俺的没了，去那边爬家切俺的这。叫听住了，行了。他过去了，他看见我的，他听你听到那了，超过了我听没听不得，听到那了，他说呀个马这行说在是没了，我大的，他让冲的，这容不我说不定是牛逼，呀，那个阿妈，适当的让我去读去，超过听这话嘛这，这超过，呀就超过。你上把他一呢，超不了俺白的姐妹这上去个，知道姐妹这牙就我弄不。超过，你让可怕解释的，这两个听个牙用的，听让你拿了呀，给这水够多。大的超过，你阿妹苦读南疆个刚把牙就苦多，你是那对牙子我是。看你苦读了吧？叫听住了，看那个听嘛的，没得人呢，去了大把的是家伙。那东妈妈说，那个头了，给这听嘛的。他们古不哩，古着什么叫他讲的？他妈说俺古着不外他。不，他第二次看头的。不，原来我怎么都会。他觉得他那么对的嘛，这个还是说的。阿家什么了？现在你了什么难的？他打卡的有呢，可那个人送的这个的。叫等住了，他就是，给那个没偷过这些的，老子也不去丢人呢。用啊。常不修明呐，这里我听用呀的，同他头上点起要命的。对，讲到特别是。说过。哦。他让他都听这声呐，你弄我怎么都会？他当时投资可怕来的。投资他这个牙个身边是来讲嘛我不接。说过。这里俺拿了要不这小女啊。用啊这个。我的这超人呢，是的，刚白来了，刚不怕有，吹有阿妈喂，还我是在皮皮的，我打听这些呢，可偷是什么错误？看来俺你什么你了，把叫我的打，前两道的没钱怎么再出呢？他个这个错误，让错误查准了，头些没嘛，别查小明了，我让就行了，做不起来猛些多。很多小来的钱为呢，肯定多。他一个错误人老就还是他没学到我，俺这龙把小来钱我推过去的个玩意儿呢。错过，推过得要的，别个要的，让这两家个人要嘛。总是现在查小为呢，我让就查得到，怕我就是说头为呢，推过去做，我让就龙把买嘛了。错误人我来记住呢，我马过我来记住。查的爸爸是很难受的，俺来找人呀，我女啊。
筹码的筹，查的是那陈来跑，这里，爬过是那路了呢。他个人我筹，那见多钱位，查的是爬过说话钱位，路东家修的这车子，他那啥子来的儿子有没有干了位，把咱修的这钱了位，咱咋没有？让个些子长嘛，猛点上了些的，到那哪对的，让你那里是的，我去这边呢，让你可把屁股多。这这个，他的心就没记不起来动不了，我就这边和了呀，这边是这几个多啊。叫听住了，年纪小个，看来也不见事啊。是哪个爸爸的？他当俺你什么你了呀？就是我的少主人们多，差的大，胖把忙我天天说呀，马上就得可要的超过。超过。啊，这什么了？就让你上了也会当的，可是就让你头头这这边呢，今嘛错啊肯定是这个。让不过忙我提，今嘛肯定是输个。这超过。他不过呀，看这钱呢，别我买了，真的我没有多少超过。超过，他在当中央的，讲都不说呢，从头肉的人不着急，俺让这心中忙着，超过那里也救我了，搞了肉的人不能个。超过呢？哦，叫听住了，超过这个真大人，是的，俺那个爸爸的呢，碰过俺家了，谁弄不得钱的，叫过。他也顾着顾不里。爸爸。瞧看看哪个家呀的马就啊，让俺站着几个去点。啊，这什么了？是的，我爹呀，查得到，怕我说要给，马上再去抽这钱。快点叫听住了。这个。男爸爸。男爸爸儿子。这个我的。这不然开始兄弟，他那送强大姐姐，一路村的没去钱呢，他个哪个知吧？啊，这这个。他呀，你我忙我的这牙擦的，基本的打不打去？超过，爸爸，你不这样动嘛？你别吃，超过，让身边吃个嘛？俺让你个从几百个人西边超过的，让你呀刚刚这头，俺偏得是马道兵呐，肯定是。这超过，呀，我的来的。什么坏？他找我的怎么嘛的玩意呀？呀！哎呀，什么心的俺这中间都这个的，阿妈喂，龙班没说的喂，我把我的这都是俺拉起他白糖说俺的。好的，爸爸，他应该让糖子鱼，让糖子鱼，给我去，叫听着，他真的是的，我努不，三爷他真是。呀，俺超过呀，超过，杨龙大姐。道歉呢，道歉。超过呀，这超过！也他那兄弟，没明白，啥不了啥我就纠结，差的呢，他把马上就说头马赛，明天准备全部前进，俺上大个项目业务的爱，我这看着介绍，有头发这个人，超过，啊对，爸爸，看那马赛不吧？呀，就这个，这个，他今天超过来，要不前面说的，查到那胖大脚谁，啥子名单上选的肯定多。有啊，前两次大个出有啊有啊，第二项的，啊，出台面的，不爱点的，有我妈的，这个三就说了，啪啪讲这看个了，超过，别的，这我说的，大大的些，天上嘴爬长说的，啥子要我说？哦对，他前面要我说。他个让了他这里的，